劉德華演唱會請嚟同佢好有淵源嘅羅蘭同鄧萃雯做嘉賓，文女仲為華仔開金口獻唱。天后王菲嘅香港巡迴演唱會咧，日前就正式公開發售啦。5場嘅演唱會飛咧，喺一大清早就已經賣咗成93%，即係差唔多賣晒啦。天后嘅魅力果然係沒法擋啊！嗱，其實咧話晒有阿菲啊，都成7年冇喺香港開演唱會啊，咁所以香港嘅歌迷咧真係等到咧頸都長埋㗎。嗱，我相信咧今次阿菲咧會以佢一貫嘅作風啦，嗱冇 encore 冇嘉賓啦，同埋冇 dancer 咧，實行啊就係唱足2個幾鐘嘅原汁原味歌曲，多謝翻班歌迷啊！嗱，阿菲嘅演唱會咧就未必有嘉賓啦，不過華仔劉德華嘅演唱會咧，嘉賓方面就晚晚都咁有驚喜啦。好似呢晚咁咧，就請嚟9姑娘鄧萃雯做嘉賓啦。劉德華入行多年，一直得到唔少前輩嘅愛錫。呢一晚歌唱就得到洪金寶同太太高麗虹現身捧場，而羅蘭更加擔任華仔呢一晚嘅歌唱嘉賓。睇起兩人喺同一年一齊獲頒金像獎影帝影后，華仔都話相當之榮幸啊！喺神雕裏邊，我係一個好醜樣、好組合嘅阿婆，後千尺。嗰陣時咧，我每一日咧見到同佢一齊拍戲嘅時候，我都會覺得，呢位青春少艾，唔知點解化成咁，佢都冇乜怨言。喺嗰一剎那嘅時候，我就希望喺我未來嘅日子，能夠一定可以同佢看齊。於是乎，我就得到你嘅支持，慢慢我就孕育成為一個第19屆金像獎最佳男演員。因為你知唔知啊？你咧不論係演戲、唱歌，都係全情投入，所以你攞獎係應該。我好相信你哋大家一直以後永遠都係支持我哋嘅華仔。多謝晒。為咗感謝羅蘭姐對自己嘅支持，華仔更為對方送上一首歌啊！華仔會請羅蘭姐做嘉賓，相信大家都唔會覺得出奇㗎。但係呢一晚嘅另一位嘉賓，大家就可能唔係好估到啦。原來華仔同佢係相識於微時啊！佢讀書嘅時候我就認識佢，佢一直都為咗自己嘅理想不斷咁樣努力。今日得到大家好多朋友嘅見證，佢就係人稱9姑娘。我想話一個秘密俾你聽，其實你係第一個我帶俾我爹哋見嘅男孩子。當其時咧，佢阿9姑娘咧，我好希望喺電影啊或者演技上邊咧，就有一啲挑戰。於是乎咧，佢就參加咗訓練班，而提名嘅就係小弟啦。你哋中唔中意睇我做戲啊？呢個慧眼識英雌嘅咧，就係劉德華哥哥啦。其實我想講咧。我每一次我想懶惰啊，好啦，我一望到劉德華，咁我就唔得，佢都仍然係咁努力咁勤力，我都係要勤力啲。9姑娘做戲好就係人都知，但係原來佢唱歌都唔錯㗎。呢晚佢就為華仔獻唱一曲啊！在心中